继续关心新北市的幼稚园，邦桥这间幼稚园传出互家囡仔饲药啊，再互家长指控。即马有36个家长向幼稚园的园长在内计强附教的教保员提出告诉。因若这个案，昨昏新北的检方已经终结，以证据不足做出无起诉处分。不起诉处分的理由，本案幼儿园并没有删除监视器录影内容的这个事情发生，没有证据主任幼儿园有何不当管教，且导致13名幼童受有伤害，或者有导致这个妨害身心健全或发育的这个结果发生，并没有证据主任幼儿园人员有喂食幼童不明药物，或者含有不明药物的这个彩虹药水哈。新北邦桥幼稚园进行饲药的风波，新北的检方受理36个家长提出告诉，甲这个细汉囡仔的头毛送去法务部的调查局去化验。若检验的结果即马出来啊，并无验出巴比妥这类的药啊，嘛无苯二氮丙这款的药啊，只验出一般的感冒药啊。经过调查，检方伫昨昏终结，做出无起诉处分。不过这个案伫今仔日会持续滚价。因为幼稚园的老师会和国民党的立委开记者会，若国民党团嘛要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针对进前捌讲过的话，要公开回实的。